当年有问题由预防性落架产品内面有19批含其他相关产品检验合格，会当搁再上市。大总统强调是按无分哪力。中国解放军的直升机航母侦机，这个月20飞过海峡中线，伫咧限制区内面长时间活动，专家认为讲真有可能是咧演练。3日前来台湾的一个澳洲查甫人，因为这鸟鼠药中毒险险啊无命，竟然是当机者家己下毒，这个嫌犯判11年2个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联有问题油呢，这卫福部长宣布讲，4月到6月预防性落架产品内面有19批油含其他相关产品检验合格，会当搁再上市。不过，所有地方政府表示讲袂对咧做。那卫福部长赵忠良也是搁再强调，这拢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讲，是安的问题无分哪力，中央和地方依法来分工合作。院长怎么看韩国瑜7.2也要上台的？院长怎么看吴小？预算审完了吗？对媒体问讲705上开刀一批看法，行政院长杜英台问讲有算信袂？有问题由安怎来处理？检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中一批呼吁，无分国民党、民进党、中央地方斗阵合作。现在食药署也要启动独立第三方茶厂调查工作，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依法分工合作，才能确保民众食品安全。地方县市首长努力的把关，不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没有清楚的政策，甚至于打压他们、扯后腿。调查主席胡妈也来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再起对着问题油形成原因流向甲未来具体改进做法，要求相关单位进行专题报告。在野党发动2项临时提案，要求先公开防各农药标准调整依据，也有问题油无查明流向甲正常进程，袂使互问题油搁再卖。开会3分钟要休息，不是用什么表决来休息。为着是毋是先处理临时提案晚起来，最后是用表决，会再继续开。也来卫福部宣布4月到6月有风险回收的产品内底有19批会使去卖，引发疑问。台北台中是讲袂搁摕出来卖，也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讲应该加正常调查清楚，才使摕出来卖。对此，卫福部长赵忠良讲，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赵忠良伫咨询时，搁再讲到，这个事件是不肖厂商伫代志发生时稳装起来，即阵变真歹收买。行政议会23日讨论食安法修法，强化食安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呢，有真侪业者去用到有问题油。经济部伫今仔日有找这罐头工会、做糖仔饼的工会和连锁餐饮业者等等的单位来座谈。就业者表示讲呢，即马开始找找这替代品，毋过这市面上的沙拉油已经有人介绍家己压关咯。那经济部也讲呢，已经有和3间业者协调，等咧加强生产，目前库存也拢无问题。另外有用到有问题油所造成的损失，工会若准备讨赔偿呢，经济部也会协助。当然，问题油品咱是牵连一大堆下游的食品厂，而且刷落来中元节、中秋节都是食品厂的大月，惊市场有变动，各大业者是真烦恼。公布的慢了一点，那换了一个牌子，结果过2天可能又公布说这家也有，就会有影响。目前合格的一个油品，但是现在忽然之间现在就是缺货嘛。像美食家的沙拉油的涨价。根据了解，中年油品占国内市场有35%。第代志发生了后，真侪下游的业者当得紧急找代替油品，市场所传出黑白起价销的状况。有厂商讲，进货的大豆沙拉油已经出现13%的起货，甚至是开始叫无货。还有一些库存，都基本上来讲的话，到8月份应该是没有问题哈。他们也愿意了哈，就是愿意配合政府，就是说。额外的从国外进口这个出油的部分来做一些经历。经济部第2日下晡和罐头工会、糖饼面工会等食品业者来座谈，强调已经和大统一、东辉和大同等3间油品生产者协商精神，嘛调查顶油目前库存无问题，嘛无起价，应该避免惊吓性的心理误解。损失很大，而且整个出货的运作啊，
不顺了，要给客户的罐头没有办法出去啊。真正因为经过预防性度低回收，真侪业者的产线是受到损失。某食品厂商提出集体求偿的要求，经济部对这表示讲，公会若发起集体求偿，会提供相应协助。另外，若业者因为安尼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某信保机制、手续费减免等等，希望帮助业者来度过这样风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天气，气象署伫下晡2点的时阵，讲这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 TD13，上近拜四深更会变作今年第12号轻度风台红旗。上近拜四的时阵发布海上警报，不过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是无悬，也若拜5、6的时阵是属上接近咱台湾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的天顶即卖要真清气，无啥物云。不过气象署拜三指出，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在下晡2点已经变做热带性低气压 TD13。气象署预估，上近礼拜四深夜，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变做轻度的风台红旗，拍算会发布海上警报。不过，发布陆上警报的可能性无悬。在台湾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的150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稳定往西北西朝吕宋岛以北到巴士海峡这一带移动。所以整体对流的发展之下，它有机会慢慢增强到轻度台风的强度。周5、周6这2天会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东沙岛以北到台湾海峡南部这一带的海面。气象署表示，拜四进前要是稍热的好天，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伫拜5、拜6我台湾上近，对咱的影响较大，各地落雨的几率真悬，尤其是正方面的东部、南部甲恒春半岛。周5台风大概在画面手指的这边，大环境偏东风到东南风影响之下，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开始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周6这天相对而言是降雨最多的时候，迎风面的花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气象署表示，到礼拜，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就会对中国去啊。不过这2天，要阁继续观察风台的发展，包括结构的变化、强度的发展、行的速度甲方向，拢会影响到路线甲时程。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风台的资讯。记者郭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来关心这花莲万里溪邦山潭，伫半暝1点40分的时阵就填出来了。林保署透早也出动空袭机去确认，发现讲流出来出口无放气，认为目前的影响范围也是伫咧溪床的范围内，也通知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就要赶紧离开。透过无人机空翕，会当看到万里溪邦山湖的溪水已经溢过坝体流落来，不过坝体并无放弃。林保署伫个2暗时11点半就发布河道内的红色警戒，果然伫个22半暝1点40分开始溢流。今天早上5点半空拍完，这确实是已经溢流现象。但是我们从溢流的状况来说，虽然有水量因为下雨。那个坝体的都是粗颗粒跟巨石，所以那个水流虽然入流量就是已经有溢流，但是入流量的跟出水量没有办法不足以带动这个坝体的这个土石往下带所以变成是它就是现阶段暂时相对稳定的坝体。林保署评估，安尼溢流影响范围也伫个河道内，目前只维持河床红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最尾的西部大桥溪水已经明显变热啊。它现在溢流了，你担不担心？其实不会啦，它要下来的机会是不大。为什么？很多转弯处一直卡住，那个水不会那么大。我希望林保署给我一个确切的数据，让我去判定。而且根据林保署的数据，目前邦山湖的水位是1090.61公尺，抽水量将近602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会继续检测包括水位计、坝体结构的异常变化，若有放弃会预警通知撤离。稳定溢流的状态，会有升级的可能吗？不会，我们观察24小时以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如果它仍然呈现稳定的状态，是然后我们预判后面。仍然没有这个强降雨或者强大雨，或预判的雨量有超过200毫米的状况，我们会在明天早上会宣布取消河道的红色警戒。就算万里溪邦山湖坝体目前并无明显破坏的现象，不过后续伫要形成的风台是不是会影响？相关单位也搁咧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个包围风台吞大苗栗南庄，去到石壁鹿场部落的车路是拢棒棒记，上界严重就是这301龙路现场规个变作是山架同款，而且这条呢也是这起亚产地重要的车路，目前敢若会当用流笼来运送物资。这个当地居民呢也对山壁开一条步道，用锁啊来斗3工运送这物资。对面的人锁啊叫来向这边下手。看起来离真近，无镜头一个震动，人已经睡醒到强要看无。这是苗栗县南庄乡301龙路，进行包围风台的风头好强，让301龙路变作大帮壁。在地部落的族人除了设置干边的流笼，嘛车手伫帮壁挖一条简单的步道，要来运送物资。不过看起来是足危险。因为路基全部掏空而且是几乎90度的崩壁啊，自己用小锄头开路有没有？可能大概只有20到30公分这样子的。你现在看这样很像很小，其实你要靠近的是一大片这样，对啊，很可怕啦。苗栗南庄往石壁鹿场顶部落的通路，因包围风台造成几若台崩山。鹿场部落是天气重要的产地，敢会当靠301龙路送出来。加上部落的民众嘛需要日常物资，再想办法车手来补路。另外，鹿山部落嘛是路袂当行，同款是车手去清理路面的土石，初步把路拍通。301农路上面，我们厂商也有进去里面清，只是那个崩塌地，整个路基也都没了哈，整个崩塌。他们有用那个绳索。是。绳索的，然后他们就是慢慢用人力凿出一条比较便于行走、安全。南庄乡公所希望县政府会当赶紧协助301龙路来抢通，另外包围风台嘛递到苗栗在线石壁桥桥墩崩塌。目前县政府工务处养护单位已经用沙石包升到稳固。现时石壁桥已经会当通车，不过限动10栋以下，时速30公里。记者综合报道。这新北大巨蛋的地点，市长侯友宜今宣布要起伫个树林的基五南平上盖适合，打算要起一个有5万席次多功能场馆，并2032年动工。附近有当咧起的捷运土城树林线，也有中和新路线、北南线、三英线，也有桃园机场、桃园捷运的这个棕线要来接做伙，甚至附近呢也有这有树林车头，也会当接到高速公路，地点会当讲是交通正利便。新北的民众一直在5万个新北大巨蛋的选址出来呀，透过26项的专业评估指标，在6个有占力的场址内面选出树林基5南平、淡海日期进入最后的评估。那么因为树林基5的评分较好，决定新北大巨蛋要设在树林。当然，腹地主要的是新北市可以做全盘性的一个指导。这里面士林基5有100多公顷，当中可以规划23公顷。都是产业运动园区。这个科技化的方式，文化展演的时候不用草皮，把草皮推出来。需要这个运动赛事的时候，再把草皮推出去。新北市政府是拼要可比台北大巨蛋的成功经验。新北大巨蛋规划5万席次的多功能场馆，做大型商场、饭店、游乐设施，结合运动比赛、文化展演和观光娱乐，变做新北第4度新带动树林商圈。巨蛋园区是伫树林新增和棒球的交界，我树林国民运动中心。新北大巨蛋确定落脚树林基5南侧，记者实地走访，现场腹地相当广大。是否选定了这个23公顷的基地，要打造巨蛋园区，预计2032年动工。搭火车到树林，然后再看用什么交通工具的方式来这附近。对，所以如果等这个捷运如果盖好的话，对，当然会更方便一点。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盖起来有没有办法适应。新北大巨蛋上济当抵5万人，这侪人安怎疏散交通运输是一大考验。在公路的方面，会当透过第65线接国道1号和国道3号，铁路运输有树林火车头，捷运路网有土城树林线，有可能伫2030年完工。未来接中和新路线、北南线、三英线和桃园捷运的总线。新北大巨蛋附近有正在新建的捷运土城树林线 LG18站，未来顺利通车后，从这里步行走到新北大巨蛋不到10分钟。巨蛋来到树林啦，带动的是经济繁荣、工作机会，也可以吸引的本地及外地来的
娱乐的地方。全台湾都要有3座的大巨蛋啊！除了已经营运的台北大巨蛋，台中超巨蛋目标伫2031年完工，新北大巨蛋规划伫2032年起，要变作北台湾的新地标。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这江版的果子袂甜，强求的爱情袂圆。3年前呢，来到台湾学华语的这个澳洲查甫人 Alice， 因为鸟鼠药中毒，险险无命。调查了后，所发觉讲是含伊当机的查甫人，甲伊下毒甲头的，1个月甲伊头3解。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经依照杀人未遂罪，甲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判刑11年2个月。今年8月爸母调工来台湾出庭，澳洲籍查甫人 Alex 3年外前来台湾学华语，却是因为鸟鼠药中毒，差点死去。专案经过1年半审理，台北地院2日宣判，认定下毒凶手就是 Alex 伫台湾同居的女朋友。一审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姓杨的查甫人11年2个月徒刑，专案依完再上诉。他具有计划性、手段恶劣，并斟酌2兆的关系等一切情状，认定被告犯杀人未遂罪。处有期徒刑11年2月。姓杨的查某人一审有罪，是合议庭认定讲，伊不满 Alex 有离开台湾的计划，受到刺激犯案，伫古籍内底掺这个超级花法啉毒药，更加利用，一直陪伴伫身躯边的机会，当 Alex 住院治疗，尾后较好的时阵，继续伫伊食的物件下毒，互病情又较严重，短短1个月至少下毒3摆。所以今天还是不认罪吗？洪当判姓杨的查某人对真早的时阵还口供了后，到即阵拢无爱认罪，也无出示对方的谅解。合议庭批评，伊为了满足个人私人的欲望，完全无尊重别人的性命，对 Alice 性命有忽视的表示态度。这个犯意已经提升到有故意杀人的这程度。等于说还给被害人或者家属一个公道。好，那也澄清一些问题。有一个传闻说 ，Alex 是因为吃到什么台湾小吃啊，老实讲，他们也是被误导了，以为说就是吃坏肚子，然后吃坏肚子就是因为在外面吃小吃，然后这样子。所以我有代表他们很诚挚的跟大家说很抱歉了。其实，伫专案初期 ，Alex 爸母不怀疑台湾的小食互污染，互后生食到中毒，引起国内外媒体注意。伊这个家属伫被告做事所在发现鸟鼠药了后，态度才出现转变。尾后也讲是误会有下失的。这个感情的纠纷是因为查某人为着甲人闹掉咧，险险甲人害死，就毋若互判重刑，当然爱面临民事的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有名交代43岁姓林的教授，顶礼拜2举刀啊撞入去因大细声的音乐教室，甲伊杀死。目前警方有甲这个嫌犯做笔录，嫌犯讲家己有幻听发觉，也若这警方对伊的口径有记录。警方也表示讲，会等伊出院了后，会照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继续来厘清犯罪动机。后退，刀子放下来，刀子放下来。警方提醒叫嫌犯导航，这月24日，伫新德市三明路这间音乐教室，姓林的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提刀大肆大细声，警方到现场对嫌犯的骹腿开枪，嫌犯紧急送医，经过要1礼拜治疗，警方已经完成初步审问。嫌犯讲家己有幻听幻觉，口径的内容也引起议论。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一个理由，然后让别人不相信，然后让自己脱罪。应该不是他自己讲的算吧？其实他拿出他长期的就医证明啊，不要杀人才说自己有幻觉。可以脱罪的几率很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医院或相关机构可以去证明。警方表示，嫌犯讲家己当期有幻听幻觉，意识互人干扰，所以才做出这款行为。虽然警方认为嫌犯的讲法有变来变去的情形，但后续若有需要，也会交予医疗机关做精神鉴定。案件我们有做初步的厘清，那犯嫌的状况是恢复良好。那医生评估可以出院后，我们将会把这个犯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那目前尚在详细的厘清中。那如果有需要，会再委由专业的机构协助鉴定。警方讲，嫌犯对待的时情绪稳定，讲话正常。有这款讲法，敢是为着减轻刑责，佮会厘清。等嫌犯对病院出院了，会照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二林2024年发生一桩家庭暴力的命案，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举刀啊杀死伊的情某。今年3月呢，这中华地方法院改判无期徒刑，这被告不服上诉，拜至台中高等法院宣判驳回上诉，2审有关是判无期徒刑。
2024年11月，中华梨林一位姓李的查甫人，因为房屋财产处理等等的问题，和情某发生冲突，竟然拿刀仔害死情某。今年3月，中华地方法院一审判无期徒刑，被告不服上诉。拜二，台中高等法院宣判2审依持无期徒刑的判决。被害人家属委任的律师表示，这个结果也会当接受。他跟他弟弟都很担心，这个被告万一刑期又减少。将来假释出狱之后会找他们报复，希望法律能够维持给他们一个正义。根据检警调查指出，这位姓李的嫌犯长期有家庭暴力的行为，情某后来甲伊离婚，有申请保护令。这桩命案发生的时阵，受害者成年的查某囝甲未成年的后生也拢伫现场。社会团体就表示，其实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嘛是受害者，应该要有独立的通报系统。台湾在目睹儿少的服务来说，需要主要照顾者同意，孩子才能够进入这个服务。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会把焦点放在受暴的大人身上。目睹家庭暴力本身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个伤害，很多的目睹儿少是没有机会进入服务的。社会团体指出，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心内创伤需要长时间的陪伴复原。除了呼吁爱建立完善的通报机制，嘛建议加强学校的辅导资源，量早提供受害者协助，降低家庭暴力留落来伤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军事专家指出，讲这中国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这个月20飞过海峡中线，头一届伫咧中线以东国军A9的这个限空区域内边呢，长时间活动，认为讲是伫咧演练协同作战。不过学者是认为讲，共军袂用直升机来攻击台湾，这样可能是含这无人机伫咧执行观测任务，或者是监控通过台海的美国海军调查船。呼叫中国海警1460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03公艇广播。海巡广播区管这个月第3届走入来金门限制水域的4架中国海警船，同一天广播公布查到12架次的中机、10架中艦甲7架公务船伫台海活动。中军直直了台，即摆哪像够新出头？有军事专家讲，20了台4架次中机内底有1架直升机甲无人机飞过海峡中线，伫国军的A9限航区内底活动超过9点钟。这是中国直升机头一届伫中线以东采取限航区飞行的模式，有可能和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的训练。中共的陆航部队这几年来，其实好几次在广东浙江外海就演练这个陆航直升机出海的训练，但是很少在台湾海峡当面做，尤其没有在海峡中线附近做。这个直升机不但过了中线，还带着一个无人机，然后在中线以东的R9长时间的停留，让人怀疑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飞行，有可能是以后中共会在海峡中线附近，甚至中线以东，做不定期、比较大规模甚至常态性直升机出海训练的一个征兆。不过，别个学者推测讲，中军相关直升机、无人机活动应该配合稳定火箭炮攻击点执行任务，这不是常态性的状况。我个人会认为，解放军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可以直接用直升机来做跨越海峡的突击。如果它是陆军的直升机的话，比较有可能的会是这架直升机搭配了它的一个无人机，它进行一个察打一体的观测。因为如果我们从它这一次飞行的一个区域，跟之前远程火箭炮所打的一个区域，其实是有一些重叠到的。尤其刚一感嘛传出，属于美国海军的海洋调查船“兴信号”自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学者分析讲，中军出动直升机长时间伫台海中线，可能是要监视“兴信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菲律宾和中国的争议，经过这国际法定的裁决呢，即马已经是过10年的时间咯。其中呢，甲这太平岛在内的南海诸岛认定是一般的石头打尔，袂当当作是有经济海域的。那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是强调，太平岛是岛屿，是中华民国领土，咱对南海基地拢是4点原则，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共同发展。
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今年满10档啊，其中包含甲太平岛在内南海侪岛屿看作是打击，袂当有专有的经济海域。对这件代志，外交部长林佳龙支持强调，太平岛是岛屿，而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当然是岛啊，它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促进这个和平的解决争议，来共同的发展。南海议题，林佳龙就指出，咱台湾有4点原则，用务实的做法，把太平岛成做人道救援中心甲运补基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甲海洋权益。不只个最近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单方面宣布把咱台湾的住处关起来，林佳龙就讲会继续甲巴纽政府交涉，嘛伫咧检讨台湾对巴纽天然气的采买。对于巴纽的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作为，我们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内阁有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会以2年的时间来进行对台湾跟巴纽关系的检讨。在巴纽方面是这个外交部长他个人以突击的方式，他个人的利益这事实上我们的了解，他们内阁其实他们专业的外交官是有不同的意见。巴纽的天然气，我们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对巴纽的天然气采购占台湾可能就是比例虽然不是到很高，但在巴纽输出是相当高，是将近1/3那他们国家也都了解，所谓的要关闭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其实是会伤害巴纽的利益。另外，泰国总理安努廷前几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后，伫咧联合声明内底讲，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咱台湾外交部嘛强烈抗议，严正谴责，也让外界关心，是毋是会影响到台湾甲泰国免签证的泰居？林佳龙回应，免签证的泰居是以互惠对等原则来处理的。记者综合报道。福尔摩沙国际女排邀请赛后礼拜就要比赛咯。邀请赛本地是咱女子排球队伫咧亚运进程的重要比赛。不过，这排球协会20收到国际排球总会回函，讲台湾队和香港队是国家队无符合出赛规定，咱就要赶紧来改变队伍。也那新上任的秘书长黄宏钦就表示，因为邀请赛唔捌发生这款的情形，会伫咧年会顶头下面沟通，避免类似的问题搁再发生。亚洲6强汇集新北，为亚运热身，中华排协10倍由新理事长潘玉良、秘书长黄宏钦，甲中华女排主力选手再一次宣传福尔摩沙国际女排邀请赛，能够为我们在亚运会前能够组织一个这么好的热身赛，也能让中华女排在台湾的球迷粉丝面前，能够好好展现出目前现阶段的整体的实力水准状况。这届日本、泰国、菲律宾、香港、越南、澳洲名次女排队，伫7月39、8月初日要踮新庄体育馆拼输赢。不过最近亚洲排球联合会提醒排协，可能违反着国际排总的新规范，建议向国际排总提出合免申请。排协20日就消息，邀请赛会使办，不过每一个球队拢袂当有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参加。过去也没有收到FIVB 或者是亚排联的通知说国家队不能够参赛，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年我们共同会遇到一个突发状况。因为香港嘛是国家代表队，袂当参加比赛，排协赶紧协调，甲有实力坚强的企业队，日营造女排队甲大选排球联赛冠军高师大女排队比赛。买有售票的民众会当申请免手续费专业退票。排协讲，越南、韩国嘛同款的情形，会伫8月亚排联的年会沟通。既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动申请豁免的一个流程来说，应该也要把相关的资料准备或者是一些细则，都必须要跟各国的排协来这边来去做沟通。排协讲，亚运女排培训队袂当参赛，不加可笑，马向正人核实的讲，经过这届事件，已经就举办国际性的比赛的申请甲流程再一次确认，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Grab 想要把这副片打买落来，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仔日去到公平会交订正书，强调讲这 Grab 若准把副片打接落来，可能会牵涉到高占市场的问题。另外，工会也指出讲 Grab 因过捌和中国华为合作，也有资讯安全记录。公平会是回应讲，目前还搁伫咧审理阶段，也请业者来说明。
公平交易委员会伫6月中受理审议 Grab 要告并扶贫大案件，外送产业工会拜三到公平会外口交定情书，因认为 Grab 若是甲扶贫大合并，有可能牵涉到高占市场的问题，影响到外送的产业，嘛侵害消费者的权利。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那外送员有没有可能去少了其他的这个选择？就等于是我不管跑 A 平台或是 B 平台，但是最后面在控制我的还是同一间公司。工会指出 ，Uber 是 Grab 主要的股东，若是同意和 Grab 合并，真有可能规个外送市场拢会和 Uber 占去。另外，工会也指出 ，Grab 伫东南亚市场要和中国的华为合作，相关的软体有可能牵涉到资讯安全的问题。公平会也派官员出来接定情书，强调会谨慎处理。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那在案件的审理之前呢，程序上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各方的利益跟各方意见的表达，但目前并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公平交易委员会回应，目前也未到做出决定的阶段，会先整合各方的意见，要求业者做出相关的说明。另外，告并案嘛按照公平交易法的原则来审理，做出合法的决定。记者魏宗林、林巧凯台北报道。根据着这法务部统计，最近2个月全国食毒赛车案件有4200多件，其中牵涉到依托米子的980件，比去年同期更较悬。针对这部分呢，行政院有提出独家修法的草案，包含全面吊销驾照、车辆没收，若准独家地市停好判5年到12年，10年内搁再还价地市停好判到无期徒刑。目前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了。不过在野党认为讲，安尼生做无吓囝的效果，独家上严重会当判到死刑。食毒驾驶的案件直直发生，已经是公共危机。行政院提出修法的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内容包含增订食毒驾驶，也是唔测食毒的人全面吊销驾照，3年内袂当考驾照，而且无论车主是虾米人，拢是甲车没入。因若食毒驾驶致人重伤，也是死亡者，甚至4人袂当考驾照。刑度的部分，食毒驾驶致死会当判5年到12年，10年内搁再犯致死会当判无期徒刑。那目前的这2个月内，全国的毒驾的件数是4272件，其中依托米子是981件。不过，调查认为，行政院办的食毒驾驶修法力头无够，无立死刑。因为安尼提出10外的修法的版本，要大大提高食毒驾驶的刑事责任，取消原刑。国民党团总召布坤奇就提出，经济重大食毒驾驶致死的人，上当会当判死刑。吴茂信指出，食毒驾驶、食酒驾驶2个的犯罪情节甲恶性有关有争差，应该用无同的刑度，避免刑度同起平，引起立委的不满。指控行政院办无法度符合社会期待。第一次撞死人不适用最重责刑，第2次撞死人，法院依然没有死刑这个选项。市长，人民真的会接受像这样的标准吗？各位报告，如果毒驾它的主观有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的话，它就是一个杀人罪。毒驾的应该要最高刑度，要么就应该往上加没有，委员，他吸毒是用低级毒品，他处5年以下6个月以上，它是一个 A 行为。对，吸完毒之后驾车，它是一个公共危险，是一个 B 行为。对，没错，是啊。所以 A 加 B 是要并罚的。无信息强调，食毒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食毒驾驶是造成公共危险。2个是扯出真侪条罪名合并做违法。另外，针对食毒驾驶致死，若是符合杀人罪构成的要件，就会向杀人罪侦办。记者综合报道。7月24是国际自我照护日，健保署表示讲，台湾进入到超高龄化社会，慢性病变甲真普遍，社区的药局也变甲真重要，挺好帮助民众提升自我照护知识。另外，根据一份上最新的调查，讲干那6.7%的人会把社区药局药师当作头一个咨询的对象。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个人平均的岁数是80.2岁，其中健康的岁数是72.5岁，代表民众平均有7.7年是无健康的状态。7月24是国际自我照护日，自我照护产业协会也公布一份调查，显示民众对社区的药局也是较切分，因为过去1年主动咨询过药师的民众，敢若51%。
70%其实都不太知道说，其实非处方药应该要怎么选择，然后什么是非处方药。那其实就近到药局去询问药师是一个最方便的方法，也可以帮助你在小病痛的时候找到对的药，然后正确的吃。卫福部也表示，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慢性病真普遍，社区药局会当正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民众提升自我照护的知识，延长健康余命，而不是让大家都是在生病就医。只是用药真的就是我们要透过药师指示，然后呢，社区药局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地方。那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些知识呢，才有办法在健康势能里面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协会调查也发现，敢若6.7%的人会甲社区药局的药师当作头一个咨询的对象，所以协会伫7月24国际自我照护日进前提出呼吁，鼓励民众甲社区的药师当作是好厝边，互药局加做守护健康的第一线，真正互7月24自我照护日做到1礼拜7天，一天24点钟，拢会当重视家己身体甲心理的健康。记者顾佑记者桂玲台北报道。讲到咱台湾有真侪老家，不过真正发生一款情形，就是讲，伫咧台湾头会当买，也若伫咧台湾买，也有伫咧买，这根本就无这老家的特色啊！有学者就分析讲呢，少年的人才外流，互老家创新的动力不足。即马政府和民间有成立国家观光智库台湾观光研训院，今仔日正式挂牌咯。未来要协助发展有咱在地特色观光，而且要走向国际。红砖仔的厝配特别铺的步道，西老街哪行哪食，是台湾的旅客休困去佚佗的选择之一。但最近几年定看到社群有人讨论，讲老街在卖，毋是因的堆啊，就是塑胶佚佗米，无啥物互人记条条的特色。我觉得深坑大家都会记得它是臭豆腐，或者是豆腐冰淇淋，或者是这个就是它有特色这样。那其他老街，如果你问我都答不出来它什么特色。对，实际来到老街，会当看到大多数店家的经营者拢是这伙人。有学者讲，国较有创新能力的少年人才走去啊，这互老街相关的经营困境是愈来愈严重。高科技发展得很好，那他们都可以寄出非常好的待遇条件，所以变成吸引了很多人才都往那边移动的啦。但是如果不跳出这个范围的话，它就是容易变成是毛利不好啦。除了做出有地方特色的商品，旅客嘛认为讲，车路安全嘛是台湾的老街观光需要改善的所在。比如进行老街的观光，甚至是整体国内旅游气象的关键任务。为了提升台湾旅游的品质，交通部观光署和民间是做伙关注，成立台湾观光研训院，2日正式运作，会培训人才，推动观光创新和产业的升级。AI 的导入，人才的训练，还有嫁接，我们的软体还有硬体业界跟我们观光产业界中间的需求的平台，就是我们的角色。对中央愿意帮助导入智慧工具，提升观光产业的管理效率，产学界嘛真欢喜看到安尼做，认为 AI 提供帮助，会当省成本嘛提升效能。进一步的管理及时监测的话，你觉得会对商圈？当然会有帮助很大。台湾观光研训院强调讲，会拍拼做好专业研究和人才培育，希望保留台湾在地的特色。另外，嘛，甲观光推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对6月初开始呢，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袂当注册，也袂当有这社群媒体账号。受影响包含着面册、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马来西亚也对伫咧这澳洲了后，正做全球来推动知晓社群限制使用的国家之一。不过实行1个月了后，发觉讲这个囡仔正到软空芳，继续伫遐使用社群媒体。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社群平台新的禁令。凡是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社群平台，拢必须要禁止16岁以下用户注册，也佫有介绍付，而且要有身份证，也是护照这官方的文件来证明年岁。若平台违规，相关会罚款代票大约7850万块，而且可能按日来连续处罚。当局虽然设有年龄限制和宽限期，但记者在7月初实测后发现，部分的社群平台仍可以透过修改出生年份，轻易的完成注册，无需年龄验证。我自己也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也没有受到影响，朋友也没有。social media填的出生年都是我姨姨的出生年份。如果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学习，
或者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学我要的东西，一般了，我觉得也是我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国际人权组织警告，全面实施年龄严正的做法，可能带来反效果。政府无法保证这资讯袂互进一步共享，甚至卖出去。马来西亚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主要是针对这个商业用途，在这个社群平台甲游戏的环境中并无适用。Pemberi perkhidmatan media sosial dikehendaki memastikan proses pengesahan umur mematuhi undang-undang berkaitan perlindungan data pribadi, termasuk prinsip peminimuman data atau data minimization dan pengehadan tujuan atau purpose limitation. Dengan mengehadkan pengumpulan data kepada maklumat yang diperlukan bagi tujuan pengesahan umur serta melupuskannya setelah tujuan tersebut selesai dilaksana. 社媒平台掌握了很多就是不同国家人民的他们的个资，那政府究竟是不是有足够的 power 那个力量去制衡这一个社媒平台？希望说政府在未来会提出就是更明确的方案，说怎么要让这些科技公司遵守就是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法规。根据2026年4月统计，全世界已经有25个国家推出也是建议相关的法规。不过到底应该采取用年龄来规定的禁令，也是讲依照无同的风险来实施分级的管理，各个有关伫试验。若要真正强化青少年的网络安全，必须对真侪方面、真侪方法做伙来进行，结合家庭教育、媒体素养、平台责任甲个人资料保护，这侪种方法做伙做。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采访报道。高雄后硬溪10倍发生鱼仔死规定的事件，环保局本地掠准讲是天气伤过热，经过稽查了后，发现讲这部后凶手竟然是附近的餐饮业者所排出来垃圾水造成鱼仔死亡。目前环保局已经甲5间业者开罚单了。原来后硬溪油厂大排水域，互真侪鱼仔青笑死的凶手，就是大排附近店家放垃圾水。高雄市环保局这几天扩大调查，京中桥甲油厂排水附近做假的收车场等等111间店家，结果发现有5间店家违规排垃圾水，分别是4间做假的，1间做长照的。做假的业者虽讲有用杂油槽，不过无定期伫咧清，这互排放的效果变歹。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自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几若千公斤的鱼青笑死，是臭甲袂偏执，互附近的居民偏暗暝赶紧走。负责护鱼仔的水利局就表示，这几天拢总互4800公斤的死鱼仔，水面已经有恢复。市机关白桥因就讲，这已经是陈其迈市长任内后硬溪第2摆发生真侪鱼仔青笑死啊。头一摆是伫咧2021年4月发生的，嘛有5000公斤的鱼仔青笑死。机关就建议中央甲地方应该共同制定标准的停数，当水底上诉。无到每公升2毫克，就要随调整水闸门，才会当甲河川的生态保育、甲水资源管理拢顾到。我认为需要将稽查的范围扩大到上游，将每一笔水质检测的资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公布给市民朋友，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环保局呼吁，即马热天时啊，水质变化会较紧，各行业业者都要落实污染防治。环保局基本的水质检验数据拢无异常，嘛已经伫咧后硬溪装4套即时监测的系统，24点钟拢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讲了的马公渔村有上百年的石头厝和海里文化，在地居民2018年去申请自录建筑群，文化局最后伫咧审议大会决议无要订录，落尾居民就去拍官司，经过7年啊，这居民伫咧经济性胜诉，那新北市文化局表示尊重判决的结果。今日片马公渔村就看到石头厝，这是8年前居民直接找材料，兼顾挡正头的东北季风的功能起的，甲大拢搁伫海边啊。因为一寡土地和地上物互企业收购，居民看到石头厝的保存受到威胁。107年的时阵，申请甲渔村登录做自录建筑群，不过新北市的审议大会所做出无要甲登录的结论，互因因为安尼提告。伫经过要7年的诉讼了后，即马确定胜诉啊。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
感动。最后一个保护伞，那就是文化资产的身份，能让这个地方不要被过度的开发，留下美好的一面，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间已经开80档的杂货店，接手的江先生自细汉就伫遮出世生活。伊讲疫情过后，马公的游客增加，热天伊的杂货店要一半拢是游客，伊当然嘛希望保留老厝，保存在地的特色。石头你嘛足少啊嘛，你搁甲拆除啊是啥物话，当然足可惜啊。帮助泡瓜县的律师黄兴文表示讲，胜诉是为了替马公国争取一摆机会，不过专案嘛是要回来到新北市文化局来做审理。但胜诉不代表马钢就不会被拆了。我们期待新北市政府可以摒除过去诉讼上的主张，好好的再重新评估一次。针对法院经日信是判决马公的居民胜诉，新北市文化局表示尊重，袂阁上诉。接落来会登记文字审议的定书，兼顾文字的保存在地居民和公共利益。不过嘛强调讲，迄当阵无要登录做自录建筑群，是审议委员经过审慎的讨论和评估才做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咱伫咧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当中，用选票民选选出头一任的总统李登辉。伊毋但互人叫做民主先生，伊提出的两国论对咱的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有学者出版新册《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以外角度的定数》，利用华文、英文、日文的官方档案资料，对国际视野来了解世界安怎看待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也重新认捌李登辉。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台湾头一任的民选总统李登辉经历过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对台湾民主化有真大贡献。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林浩庭出版新册《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以外角度的定数》，透过中英日文官方档案资料去了解世界安怎看台湾民主化，嘛重新检视李登辉的政治历史。就除了我们自己想要了解我们当时这块土地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认为一个更重要的是别人怎么去看我们，各国怎么去重要的这些国家怎么去看你台湾的民主化，怎么去看你当时李登辉所推动这一切的东西。作者认为，对李登辉一生会当看到台湾政治时势变化，为早期伊捌主张统一中国，到尾也提出两国论，定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特殊国对国的关系，对咱国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作者指出，虽然李登辉主张德国时期有无同的变化，不过伊的台湾本土认同毋捌改变过。那外交部长是认为讲，这本册会当互民众了解李登辉是安怎定属台湾。第一层的重塑是其实是台湾的权力基础的重塑。第二层的重塑是国家认同的重塑。第三层重塑是国际位置的重塑。那么我们应该要学韩国，应该要学美国，档案应该要制度化，要怎么样有一个总统图书馆，或者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叫做总统档案馆。国史馆的馆长是认为，若有学者要继续深化相关的研究，嘛建议政府要建立总统档案馆，设立更较完整的制度，让学术界有更较完整的资料，会当深化研究。记者郭金勇之讲台北报道。教育部公布今年师道奖的得奖名单，全台湾有72位老师得奖。来看这南投部理国中的蔡中基老师，甲营北国中的校长黄比玲校长，因两个人拢是伫咧南投教册超过30年的老师。台湾的校园即马正试行无人机骹球比赛，这项结合运动啊，搁操作无人机的运动，嘛是南投部理的蔡中义老师投注心力咧推动的。伊除了教学生无人机骹球比赛的规则，啊，搁无人机基础的飞行训练，伊强调哪算哪学，嘛鼓励学生去探讨科学，去参加国际的比赛，看外口的世界。一开始，互囡仔开始算，因为算上简单嘛。慢慢啊，对中内底去发现讲，我是安那背书人。我觉得学生有能力就可以出去外面看看。那其实我带着他们去往外面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南投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嘛有同款的教育理念，伊讲学校打造做双语环境，嘛互学生学人灵人使去国外来表演，鼓励学生和外国交流。AI 的时代，拥有国际移动力是未来的学生很需要的一项技能。
那舞龙队去波兰、去荷兰、去国外展演，然后我们的学生跟其他的国家体育项目的交流，都是因为这样子的根基里面，造就了学生能够多元试探的能量。教育部公布今年书读奖得奖的名单，全台湾有72位教育者得奖，其中南投有2个得奖。不管是埔里国中的老师蔡忠义，还是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2人拢投入教育界超过30年，嘛因为对教育的热情，互因摕到这个教育界相关应有的肯定。记者安秀南投报道。来看国际上要紧，讲到2个受隔壁国家会当是好厝边，也会当讲要变面，随时就来变面。讲到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是进前宣布讲，要甲加拿大各项商品加扣50%的关税，所以引起加拿大政府的不满。两国的关税竞争是愈来愈激烈，唔那影响到这供应链和市场信心。本地两国合作的大桥要举办庆典，说服加拿大政府随来取消。双方伫咧关税顶头随来变面，也让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变甲愈紧张咯。Canada's been very, very tough on us over the years. 美国总统川普引用1930年代的关税法第338条，要对加拿大包括汽车、酒类甲零制品几项商品加扣50%关税，按算伫8月19号实施。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对着美国加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第2表示讲，正咧研究所有的反制选项和美国谈判。川普是讲了真直接讲，这是针对加拿大长期歧视美国商品的处罚。For many years, and no other president's done anything about it. 美加两国变面，连代表合作的校外国际大桥开幕的庆典嘛受到影响。加拿大不满美国用关税威胁，直接取消两国合办的剪彩仪式，继续限定加拿大人庆祝。When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it does affect manufacturing. 除了加拿大的中小企业主心内不安，川普的关税政策，嘛美国的制造业不加忧心。其中，底特律的汽车产业代表讲，美加供应链互相依赖上百年，这种关税威胁甲经贸无确定性，一定会增加成本，了然布局。We're hoping that as things progress through the balance of this year, things will get worked out. 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顶关税无法律依据了，川普当局实施的10%全球临时关税，第2是就要到期。为代表甲理念利益有告讲，真紧会公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针对强制劳动议题的贸易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实施新一轮的关税。为了降低冲击，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第2日出发去美国，会见美国政府国会相关人士。川普政府直接使用强硬的贸易工具，恐惊让全球的贸易纠纷愈来愈多。公视新闻苏派宣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宜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